快了，过了前面那道山梁就到了。可算要到了，到了齐国就好了，到了齐国就没人敢欺负咱们了。果然有伏兵。他们已经早有准备。香，把缰绳给我。我们怎么办？鱼死网破！鱼死网破！等等，前面好像有人过来。糜夫人，末将奉国相之命，在此等候夫人多时。夫人和公子季是秦国派到我们燕国的贵人，燕国若有怠慢之处，还望海涵。即使有意离开燕国，也该与国相打声招呼，免得双方猜疑，平添误会。国相攀援扣马，让我传句话，望能挽留夫人一程。芈月感激国相盛情，无奈身处困境，别无选择，还望将军行个方便，让我们母子有条生路。来日芈月恩有重报。身为质子，暗中逃亡那是大罪啊！末将也是为了夫人着想。夫人要去齐国，可这边界已被大军守得密不透风。此刻飞蛾投火，不如带着公子束手就擒。田将军何苦将话说得太满？那芈月只好敬谢不敏。义渠君，看你的了。有本事放马过来！不光妈妈的废话，不怕闪了舌头。岳公主，看来只能跟他们来硬的了。这样，我带人打前阵，杀出一条路来。皇公子跟岳公主的马车在中间，补位，你断后，冲过去再说。是。我们是秦国质子，继而是义后的弟弟，他们对我们下手会有所顾忌，还是让我的车马冲在前头。义渠君，你来保护子谢和继儿，虎威将军断后。月儿不可，刀剑武器，他们若是伤了你，他们若伤了我，你更要保证，不能让他们伤到继儿。母亲，好了，岳公主说的有道理，就按岳公主说的做。我跟岳公主打前阵，其他人跟在我们后面。这样不妥，就照义渠君说的做。子歇，拜托了。义渠君，月儿若是有半点差池，不用你操心。你，香儿夫人，你们怕不怕？夫人不怕，我自然不怕。怎么样？果然是我的女人。谁是你的女人？今日不是，以后一定是。大王不好，又有追兵来了。追上了，追上了！他们就在前面不远处，已经追上了。太好了，看你还能往哪儿跑？好了，这下连退路都没了。义渠君，后不后悔跟我趟这趟浑水？为了你，我死而无憾。
叫你义后，还是该叫你大公主？还是叫我大公主吧。还不赶紧下马，拜见大公主！义后，继儿拜见大姐姐。都是一家人，没有那么多礼数。主人皇歇拜见义后。皇公子人中龙凤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快起来！微臣拜见义后。国相免礼。臣有罪，罪不可恕。幸亏你昨日连夜派人送信，让我知晓内情，难得国相费心。李夫人福慧双修啊，虽然遇险，却大难不死，否则国某百死莫赎啊！快起来吧。米夫人容谅，老夫来晚了。老夫及身边人对贵人多有怠慢，实该肉袒服服，向夫人请罪啊！米夫人打算离开燕国，但你与义后多年不见，必要共话旧情。不如随老夫暂回边城驿站住上一夜，明日义后略备薄酒，与夫人叙旧，然后再走不迟啊！走与不走，留与不留，全凭你自己做主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。微臣引咎自责呀！这秦质子之乱的起因，还在微臣身上。回到蓟城，微臣会自行向大王请罪的。